来，乡亲继续来看台北市议员王宏伟，昨讲国产疫苗的受测试者，到当也唔知影家己所注到的到底是疫苗，或者是安慰剂。伊讲大概只有前副总统陈建仁知影家己所注的是疫苗吧。结果陈建仁伫个面册甲反驳，讲台大病院通知伊甲伊的太太所注的是安慰剂。王宏伟今仔日再度来反击，讲确实陈建仁所注的是安慰剂。 那呢？为什么伊顶2个月接受到媒体专访的时阵，会当讲家己拢无副作用，安尼咧摕高端的疫苗咧？王宏伟讲，安尼敢袂伤过喊过咯？这个不是我设局哦，我也没有请君入瓮，是他自己跳出来，然后告诉大家他打的是安慰剂。 台北市议员王宏伟昨质疑国产疫苗受试者，拢也唔知讲本身做的是疫苗，还是安慰剂。大概敢若前副总统陈建仁知影本身做的是疫苗，前副总统陈建仁赶紧伫面册写讲，伊讲伊本身甲因太太7月14就接到台大通知，讲因做的是安慰剂。 那我跟我太太2个人呢，就参加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临床实验。我们2个人都发现，没有什么大的副作用，没有什么大的副作用。5月28日，陈建仁接受媒体专访的时，讲伊本身做的高端疫苗临床试验拢无副作用。不过王宏伟质疑讲，当时敢是也唔知讲本身做的是什么。当时大家就觉得说，哦，陈建仁是用自己的身体啊来力挺高端。 那没想到过了1个半月之后啊，他才跟大家公布他打的是安慰剂，那不是很荒唐吗？很离谱吗？所以他那个时候他是在安慰国人吗？还是误会一场啊？还是他自己在说谎？ 陈建仁7月14日面册写讲，台大主动甲通知做的是安慰剂。王宏伟质疑讲是安怎会使独家先知影？而7月15号，高端还告诉中央社，所有的受试者的资料要到10月底、11月初才能够被解盲。那这中间的差距到底是为什么？没有道理说，陈建仁知道，但是其他的受试者不知道。 高端疫苗表示讲，因为公费疫苗扩大注射，陈建仁是病院甲通知参加安慰剂补注射疫苗的延伸性计划。高端嘛表示讲，受试者若会使注公费疫苗，会使主动向试验中心要求紧急个别的解盲。有面册专业就写讲，有受试者伫注完2剂高端疫苗了，犹原确诊。高端证实讲，确实就收到一个确诊的个案。是讲到底是疫苗组还是安慰剂这个组，目前也无清楚。10月底才会真正解盲。资料已经送卫福部比对啊，时到就使证明高端的疫苗到底有偌济保护力。